些硬卡景来度小月，这是花莲赏海洋船这阵啊生理同款稀咧咧，看起来足稀微。因为最近是赏海洋船的小月，也有疫情升长的关系，新正年甲打拢无出船，互员工甲来当领底薪来度3顿。有一寡船员因为钱无法度抽成抽空米赏，无钱通趁，趁着这段时间来保养船只，嘛希望疫情一个过了后，就用个赶紧出海。另外，白白日咧东部为了要来拼观光，台东的业者推出消费券。有大暝餐厅在内，拢总46间店，拢会当来抵消费，毋茫讲市面就会当赶紧好起来。海面的海岸亮起来，互游客欢喜甲真痛着。哇，在我们1号船跟3号船啊旁边、前面啊都有啊。甲看船顶的游客坐甲甜甜甜，这是较早花莲坐船看海岸真请赢的情形。不过才无几个月尔，就已经成做即马即落款的。码头顶悬拢是即落无出海的看海岸船。伫咧寒天生理本来就较热，即马搁加上武汉肺炎的疫情，自过年到今会使讲是完全无出船。这次影响蛮大的。游客无来，船员趁这个时阵来摒扫，嘛会人规工过上船甲顺看看咧，来甲保养一寡装备。不过无人来看海岸，就无生理，员工用的生活真歹过。要若安尼，业者是要安怎来对付咧？从过年到现在几乎是陷入停航的状态了那么员工有他们的生活需要，那公司呢大概都是以花底薪。这个时间没有办法，那就大家。就是一起共体时间啦。从过年到今，拢差不多是这个领底薪、田里甘水过冬后时机。这个观光业受到霜冻的，唔那花莲，台东业者为着要自救，嘛联手来杀出消费券。你只要从台东县观光协会下载，或者是说从 Facebook 或 Line 上面下载。台东消费券有46间的业者咧配合，包含餐饮、租车这拢会当适用。一天内嘛无限你用几遍，上悬会当用500块。若是讲无用煞的，佫会当甲列积起来，也就是讲一天内上悬会当拄上1000块。这个我们希望能提升5到10%。业者来杀消费券，希望会当有效，要来挽回东台湾这个热气冷清的观光市场。记者综合报道。